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所谓维吾尔自治区巩固发展民族团结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主持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认真执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保障各族人民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保障各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权利，保护和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风俗习惯，坚决纠正和杜绝歧视或变相歧视少数民族群众、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行，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培养关爱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大力培养选拔实用忠诚干净担当的少数民族干部。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主任喀拉喀什强烈回应陈全国，他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东突厥斯坦，数百万维吾尔和哈萨克人被非法拘押在集中营，他们被迫放弃自己的民族认同和宗教信仰。许多维吾尔宗教学者和知识分子遭到了中国政府的迫害，中国的反人类行为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批评。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当局试图用虚假宣传来欺骗国际社会舆论，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迫害仍在继续，中国当局试图掩盖自己的镇压行为，但是他们无法掩盖事实。最近有消息称，著名维吾尔作家艾赫塔姆威尔2年前于2017年4月13日受到了中国当局的非法拘押。他是现代维吾尔文学代表作家之一，著作有《从遥远的地方向祖国问候》《自信》等。中国继续镇压维吾尔精英人士。据报道，著名歌手兼喜剧演员塞维尔金伊妈姆和在年轻人中很受欢迎的著名歌手哈兹拉特阿里穆罕默德图森被关押在集中营。据说他们是2018年初被带走的，但是他们的拘押原因尚不清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抨击中俄干预委内瑞拉事务虚伪。蓬佩奥发言指控，中国通过向委内瑞拉马杜罗当局提供巨额债务援助的方式，加速恶化了委内瑞拉正在崩溃的经济。他还宣称，俄罗斯此前向委内瑞拉派遣军队是明显的挑衅行为。俄罗斯宣布美国违反忠诚核力量协定，并已开始大规模生产伊斯肯德 M 导弹。俄罗斯国防副部长阿列克谢宣布，克罗摩纳机器设计办公室已开始大规模生产第11旅战术导弹系统伊斯肯德 M。该协议设想禁止射程在500至5500公里之间的所有核射弹和常规导弹的生产。黄背心示威者周六在法国的图鲁兹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尽管总统马克龙已经准备好一系列的政策公告，旨在平息连续22个星期的反政府抗议活动。黄色背心的运动是在燃料价格增加和经济条件恶劣的情况下开始的，后来又变成了反对总统艾玛纽埃尔·马克龙的示威活动。